大家好，我是 K 先生，天然先生做运动。待会我们在运动之前记得要暖身。等一下我们会前弓后箭，让我们的脚往后延伸，是伸直的。让我们的双手慢慢的往上延伸。回来之后，再换边换脚，慢慢的往上，把身体往后仰，再回来。记得我们前面的脚啊，膝盖一样对准脚尖，脚往后延伸，踩稳之后，我们让两只手慢慢的往上，往后仰，回来，再换边，往后，慢慢的双手往上延伸，记得配合呼吸吐气，往后吐气，慢慢的让双手往天花板的方向延伸。回来，再换边，脚是往后的，让后面的脚尽量的伸直，会去延展到我们的大腿的前侧，还有我们的腹部。吐气，慢慢的往上。回来之后再换边。好，第二个动作啊，我们会让你的两只脚往前跨，身体会往前脚的方向去旋转。往前有点蹲下去，身体往前脚的方向去延展，回来，好，记得是往前跨哦，往前蹲下去，身体再慢慢的去延展。延展的时候，我们的手掌心可以朝上，跨出去，往下蹲，慢慢的去延展我们的胸口，回来，再换边，往前跨出去。膝盖脚尖一样面对正前方，再慢慢的去转动我们的胸口，回来，再换边，脚跟踩稳，慢慢的去转动，再换边，吐气的时候把我们的胸口延展开来，接着调整一下呼吸，掌心朝上，活动一下我们的肩膀。回来之后啊，我们双手放在我们的胸前，手腕慢慢的去活动，活动一下我们的手腕。接着我们让双手往前延伸，把胸口往后推出去，让我们的背弯弯的，像抱着一颗球一样。这个时候膝盖可以微弯，吐气，向前，手往前，肚子往后，再慢慢回来。吐气，手往前，背弯弯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让两只手放在我们的身体后方，我们去延展我们的胸口，手就慢慢的往上延伸，再回来，让肩膀稍微放松，吐气，慢慢的往上延伸，再回来，吐气，往上。再慢慢的回来，接着让我们的肩膀稍微活动一下，肩膀放轻松，手腕一样再活动一下。做完暖身之后，待会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运动咯。开嘎来做运动咯。待会啊，我们要做的是拳击的训练，拳击的训练。那拳击啊，这个运动啊，它其实会用到我们全身的力量，那其实也会有一点点心肺上面的成长，所以就是做久了之后会觉得有点喘是正常的。好，想象一下，我们地板是有一个时钟，那我们的前面的这只脚，我们就是我们的左脚，面对12点钟的方向，让我们的右脚刚好在我们的左脚的正后方。朝向我们2点钟的方向，好，那刚刚有讲到啊，我们拳击是全身的运动，所以我们的身体要尽量的放轻松，让两只手先放在我们下巴的位置，身体放轻松，我们让身体稍微像弹簧一样点一点，确保我们的膝盖不要去锁死，这个时候啊，我们的后面的这只脚就是我们的右脚的脚跟。
会离地板有一点点空间哦，所以我们的右脚的脚跟不会踩稳在地板上，不会踩死在地板上，脚跟跟我们的地板中间会有一点点空间。待会我们再去转动我们的身体的时候，我们的右脚才会比较好去做转动的动作。好，那待会我们一样先稍微练习一下我们的刺拳。刺拳呢，它就是用我们前面这只手比较快速的往前去挥击。刺拳，直拳就是我们后面的这只手，它的力量会比较大，所以用力往前，让我们的整个手臂去做延伸。我们的中指面对正前方，回来之后，我们要做的是上勾拳的动作。上勾拳呢，我们的手肘帮我固定好，由下往上挥上来，不要用去捞的动作。好，所以在做动作的时候，手肘固定好，从后面就直接打上来。打上来的高度记得让它停在我们下巴的高度。好，调整一下呼吸。检查一下我们的双脚有没有踩稳，在我刚刚讲的位置上，左脚朝向12点钟的方向，右脚朝向2点钟的方向，双手放回来到我们的下巴。等一下我们要先做的是刺拳、直拳、上勾拳、上勾拳。好，吐气，刺拳、直拳、上勾、上勾，非常好。刺拳、直拳。上勾，上勾，好，记得哦。我们吐气的时候，我们的手就跟着我们的拳头一起挥出去了哈。吐气的时候，手就跟着去移动喽。好，调整一下呼吸，我们再一次，刺拳、直拳、上勾，上勾。打完之后，记得要让它回到我们下巴的位置。打完之后，记得回到下巴的位置。刺拳、直拳、上勾，上勾。很好，大家做得非常好。待会我们要加入闪躲的动作。闪躲我们就会像身体像画一个 U 字形一样，慢慢的往下再起来，慢慢的往下再起来。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需要用到我们双脚大腿的力量咯，大腿的力量。好，调整一下呼吸，我们的手一样先放好到我们下巴的位置，待会的动作我们会做出刺拳、直拳。搭配2个闪躲的动作，所以会像这样子，刺拳、直拳，回来之后蹲下去，再换边。好，记得是要像一个 U 字形一样哦。调整一下呼吸，刺拳、直拳，蹲下去，再换一个边，很好。那我们就继续喽，1、2、3、4，非常好。1、2、3、4，好。那我们在闪躲的时候我们是要像一个 U 字形一样，我们不能直上直下哈，我们要去闪避别人的拳头，所以就是像这样，1、2，画一个 U 字形，再换边。好，这个时候你就会需要用到我们大腿的力量喽，非常好。手放回来到我们下巴的位置，检查一下我们的脚有没有面对12点钟的方向。后面的脚我们要踩稳哦，面对2点的方向，脚跟不要让它踩死，脚跟有一点点空间，这样待会你在打拳的时候，身体会比较好去做活动。好，刺拳、直拳、闪躲、闪躲，非常好。刺拳，整个手臂去往前延伸，回来之后直拳，手这样的伸直，让我们的手臂靠近我们的下巴。那我们的眼睛都看着正前方哦。回来之后，2个闪躲，画一个 U 字形，蹲下去，靠我们腿的力量站起来，非常好。好，那我们拳击它是一个有节奏的运动，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就照着自己的速度去操作就好。调整一下呼吸，慢慢的我们要把速度加快喽。刺拳、直拳、闪躲、闪躲，非常好。刺拳、直拳。闪躲，闪躲，很好。我们再一次哦，刺拳、直拳、蹲、蹲，非常好。好，那如果脚有点酸，没关系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。等一下的动作我们会让2只手，一样摆好到我们下巴的位置。待会我们的刺拳会打2次，会非常快速的挥击2下，
有点像，想象一下，有点像在试探你的对手一样，2下。接着我们会摆出直拳的动作，回来之后一样，我们接上勾，上勾。好，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有5个动作哦。调整一下呼吸，我们脚一样先摆好，左脚朝向我们12点钟的方向，右脚朝向我们2点钟的方向。手放回来到我们下巴的位置，让我们肩膀稍微活动一下。好，待会我们会做出2个刺拳的动作，连续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所以是有节奏的哦。手放好到我们下巴的位置，1、2、3、4、5。前面2下的刺拳它会比较快速，好，会像是刺刀一样，是比较快速的。1、2、3。上勾，上勾，非常好。那记得我们的身体要跟着去转动，会需要用到我们肚子的力量，然后身体要跟着一起去转动。好，手放回来到我们下巴的位置，调整一下呼吸，手抓紧，我们就开始1、2、3，上勾，上勾。好，记得这5个动作打完之后，我们可以让你的双手回来到我们下巴的位置，调整一下呼吸，我们再开始1、2、3，上勾，上勾，回来之后。1、2、3，上勾，上勾，非常好。吐气，刺拳，刺拳，直拳，上勾，上勾，回来，很好。那每个人的速度可能都会有点不一样，慢慢的去操作就好。刺拳，刺拳，直拳，上勾，上勾，回来，很好。让我们肩膀稍微活动一下，调整一下呼吸。好，让我们手放轻松，手抓好在我们下巴的位置。好，我们再一次哦。2下刺拳，它的速度会比较快，有点像是在试探前方的对手一样。1、2、3，上勾，上勾。1、2、3，上勾，上勾。那记得哦，回来的时候我们会需要用到我们的背部的力量，把我们的手拉进来，回到原本的位置。好，再一次哦。1、2、3，上勾，上勾。好，回来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的背部也会需要去用力。好。出去的时候，我们背部用力，快速的把我们的手拉回来，这样我们的速度才会做得比较快啊。好，手放回来到我们下巴的位置，记得呼吸吐气。1、2、3，上勾，上勾，很好，回到下巴。1、2、3，上勾，上勾，好，身体都要用力哦，用力，这样子你的速度才会比较快一点点啊。吐气。1、2、3，上勾，上勾。很好，调整一下呼吸，吐气，1、2、3，上勾，上勾。好，要注意哦，我们的身体要跟着一起去转动，用我们腿的力量，把我们的力量往上传导到我们的身体，最后我们的手再打出去。好，1、2、3，上勾，上勾，回来到我们下巴的位置，手记得回到下巴的位置，吐气，1、2、3。上勾，上勾，好，身体要转动哦，尤其是我们后面的这只脚，转动的时候我们的脚掌稍微踩着我们的地板，好，我们再一次，刺拳，刺拳，直拳，上勾，上勾，刺拳，刺拳，直拳，上勾，上勾，很好。调整一下呼吸，我们把速度加快。1、2、3，上勾，上勾。1、2、3，上勾，上勾，非常好，大家都做得很好，那我们就可以休息一下，调整一下呼吸。等一下我们会做3个动作，第一个是我们的桥式，那第2个我们会训练到我们的胸部的伏地挺身的动作。那最后是我们的核心的训练，是棒式的动作。好，那待会第一个桥式我们会训练到我们的臀部跟我们的大腿的后侧。等一下我们会先准备一条瑜伽垫，让我们可以躺在瑜伽垫上面，让我们2只脚靠近我们的臀部，2只脚的膝盖的宽度就大概跟我们的髋关节的宽度差不多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的双脚踩稳在瑜伽垫上。吐气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臀部抬高，往上延伸。吐气，吸气，慢慢的下来，回到原本瑜伽垫的位置。吐气，往上延伸。吸
吸气，慢慢的下来。在我们吐气往上的同时啊，你会感觉到我们的双脚、脚掌会往瑜伽垫的方向用力的往下踩。这个时候去带动我们的臀部往上抬高。抬高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臀部有用力的感觉。再慢慢的下来，很好。吐气往上抬高，再慢慢的下来，吸气。桥式这个动作啊，主要是训练我们臀部的力量。有2种选择，第一种你可以像我一样，是做出反复的动作，吐气往上，大概在上方停留1秒，再慢慢的下来，吐气往上，在上方停留大概1秒钟的时间。再慢慢的下来。那第2个选择啊，我们可以就是往上抬高，就停留在上面，大概维持个20秒、30秒，再慢慢的下来。吐气，抬高，就停在这个位置上，停留个大概20秒、30秒。这个时候啊，你会发现我们的肚子也会需要去用力，让我们的双脚都一直用力的往下撑着我们的地面，让我们的臀部去向内收紧，训练我们臀部的力量。再慢慢的下来，调整一下呼吸，吐气往上，一样停留在最高点的位置，让我们的臀部可以用力收紧。这个时候啊，如果觉得腰会有点酸痛的感觉，就要下来休息一下咯。再慢慢的下来，所以如果从侧边看的话，我们的膝盖跟我们的髋，还有我们的身体，应该都会呈现一直线的，像这样子，吐气往上，我们的膝盖、我们的髋跟我们的身体是呈现一直线的。再慢慢的下来，吐气往上。有些人做桥式的时候会觉得腰有点酸，有可能是因为他的腰顶得太高了。这个时候记得帮我把身体稍微往下放一点点，有感觉到臀部有在出力就可以咯。吐气往上，把臀部去收紧，再慢慢的下来。桥式啊，它是需要去训练我们臀部跟我们腿后侧的力量。所以如果家里有瑜伽垫，我们都可以常常去操作哦。第2个动作，我们会去训练我们胸部的力量。待会我们会做的是我们跪姿的伏地挺身，跪姿的伏地挺身。好，等一下我们一样在瑜伽垫上，跪着之后啊，我们让2只手在我们的肩膀的正前方，但是我们要让2只手比我们的肩膀再宽一点点，比我们的肩膀再宽一点点。好，一开始的位置啊，我们的双手会先在我们的肩膀的正前方，接着我们再让2只手稍微往外，大概1个手掌的距离。吸气的时候，我们慢慢的下去，让我们的身体靠近我们的瑜伽垫。吐气的时候，我们靠我们胸部还有手臂后侧的力量，把身体推上来。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我们的胸部跟我们手臂的后侧都需要去出力，那我们的双眼就看着瑜伽垫，吸气往下，吐气靠我们胸部的力量把身体推上来，吸气往下，吐气靠我们胸部的力量把身体推上来。这个动作啊，会需要注意我们的手臂的位置。如果这一侧是我们的地板的话，我们的手肘大概就是45度的位置，千万不要让我们的手肘抬得太高哦。抬得太高，我们容易耸肩，这个时候我们的肩膀就会比较容易不舒服。好，所以如果这一面是地板的话，下去，我们的手臂大概是45度的位置，千万不要让我们的手肘抬得太高，才比较不会让我们的肩膀去做出耸肩的动作。好，再一次，膝盖跪着，我们双手打开来，比我们的肩膀大概再往外1个手掌的距离。
吸气下去，吐气，把身体推上来。吸气下去，吐气，把身体推上来。好，像刚刚讲到45度的位置，我们就会像这样子，吸气往下，手臂的位置会支在45度的方向，不要让我们的手肘抬得太高，打得太开。吐气的时候，再靠我们胸部的力量，把身体推上来。吸气，往45度的方向下去。吐气，胸部用力往上推。最后一个动作啊，我们就会去训练到我们的核心。所以等一下的动作啊，叫做棒式。棒式啊，我们让2只手的手肘撑好在我们肩膀的正前方，我们的膝盖可以先稍微跪着，调整一下呼吸之后，我们再把2只脚伸直，动作会像这样子。先检查一下我们2只手的手肘有没有在肩膀的正下方。2只手啊，手掌我们可以像这样子打开来，或是握拳都可以。这个时候我们膝盖先稍微跪着，准备好之后啊，我们就会把2只脚伸直，让我们的膝盖离开瑜伽垫，把身体撑起来。我们会维持在这个位置，调整一下呼吸。当你觉得腰会酸，我们就慢慢的把膝盖放下，稍微休息一下。如果从侧边来看的话，我们的身体应该会是一直线的，所以我们的动作不能让我们的身体抬得太高，也不要让身体凹下去。凹下去的话，表示你的肚子可能没力了，这个时候你的腰就会比较容易有酸痛的感觉。检查一下我们的手肘有没有撑好在肩膀的正下方，膝盖一样先跪着，调整一下呼吸。接着我们把双脚伸直，伸直之后，让我们的臀部一样可以用力的收紧。你会发现肚子会需要去出力，整个身体都在用力的感觉，会甚至有点点在发抖的感觉。背的话，我们就休息，可以维持个10秒、15秒，再开始。吐气，撑起来，调整一下呼吸，千万不要憋气。吐气，撑起来，调整一下呼吸。运动的过程中都不能憋气哦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就会训练到我们的桥式，就是我们的臀部的训练，还有我们的伏地引身、跪姿的伏地引身。好，记得伏地引身的时候，我们的手肘是45度的位置，不要让我们的手肘抬得太高。最后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的棒式核心的动作。核心的训练主要是训练我们的腹部，所以如果做的过程中腰会酸都不行哦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。那我们今天的运动就到这边，拍个阿周周同后，我们就可以休息一下喽。